桃园的滨顶区育达路、甲育英路这三车路口车祸是真多，交通局会勘了后，要来正式和市顶甲导引线，嘛会定来画设标线来解释，望共会当来减少事故。这巨型的路口，车来来去去，这是育达路、育英路的交叉口，是滨顶区二行里、公行里甲公达里的主要车路。附近有育达高中甲二行国小，上下课的时车多，学生嘛多。雪无青阳灯，几廿年来路口直直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故。很危险。怎么说？就是那个山脚那边，就是有些人就是速度很快，要装红绿灯，比较容易发生车祸。哦，很长哦。上下科的交通、游览车还有学生都是抢在一个车道上面。蛮常发生车祸是吗？几乎1个礼拜2件到3件，有大的也有小的。这个岔路就是没有标示啊，很多人骑车走路都会被车子撞倒，所以这个发生车祸率蛮高的。根据交通局掌握，最近1年，报案讲有人着伤 A2 车祸1件，车辆载物受损 A3 车祸2件。不过民众讲，其实唔那安尼，真侪较轻较细事故拢无报案，安全的问题并无解决。地方希望加设青阳灯这挂交通灯号。确认现场一些改善的范围，改建的位置，并请离办公处协助取得地主同意书。交通局表示讲，会勘了后决定伫路口加设行车甲过路人的灯号、引带线，佮定位清晰的过路线甲慢过线，重新调整路口的形态，有效分流车流，保护过路人的安全，改善事故的地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